唔知世界盃打到而家，大家覺得邊一場係最有戲劇性嘅呢？我認為咧，唔計美國總統特朗普搞出嚟嘅花邊啦，最有張力嘅一場之一咧，都非阿根廷對戰英格蘭莫屬啦。呢場比賽啦，唔只係一場簡單嘅淘汰賽，而係一場啦跨越幾十年嘅世仇對決。今次2-1嘅賽果，英格蘭出局，大家又點睇呢？大家好，我係陳永欣，做 VChat 拍攝嘅日期係2026年7月16號。上一集講完本地時事，今集咧就同大家講下世界盃啦。就喺今朝凌晨嗰場阿根廷對英格蘭大戰，可以話咧係全球矚目啊！唔知道大家咧有冇特登唔瞓覺起身睇啦？我就冇啦，因為今朝開立法會大會啊，就係就住咧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咧進行審議，咁啊希望快啲審啦，就快啲有得用。咁我都有咧喺會議上面咧發言嘅。好，陳永欣議員。唔該主席，其實我問題同英鵬議員嘅問題有啲相同嘅，咁但係我係睇啦，例如防止賄賂條例啦，咁公職人員係包埋公營機構嘅，咁都想即係了解下係個出入會唔會係即係喺現時我哋皇崗口岸港方口岸條例入邊咧係唔適用咧？例如我哋講緊防止賄賂條例咧，係清楚列明我哋公職人員咧係包括埋公營機構，亦都冇講得咁具體咧係特區政府嘅主要官員嘅。咁究竟即係個原因係點咧？當然我知道可能我哋深圳灣嘅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係咁樣寫，所以可能參考翻啦。但係會唔會即係考慮翻我哋係跟翻一個可能我哋比較適用啲，例如我哋防止賄賂條例啦，即係去慎防我哋要去 apply 呢個條例嘅時候有啲咩出入？唔該。律政司阿衛專員。係，多謝主席，亦都多謝議員嘅提問嘅。關於公職人員嘅定義咧，其實議員講得非常正確嘅。佢本身其實咧睇翻公職人員係指任何在特區政府擔任受薪職位的人，不論該職位屬長設或臨時性質。咁而我哋係想再講清楚，就係其實佢係包括按照基本法任命嘅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其實只係即係包括嘅用法咧，其實就例如可以舉一個例子咁樣，即係其實呢一個都係包括在內嘅。所以其實我哋今次喺呢個定義咧，其實都係參考翻第591章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嘅做法。咁我哋就務求盡量達到一致，咁所以我哋亦都採用咗同一個嘅定義。多謝主席。陳議員好似有嘢想跟進喎。好，咁我澄清嘅就係，如果係公共機構嘅話，咁會唔會係適用於而家我哋講緊喺皇崗口岸條例嘅公職人員啊？係，阿衛專員。我明白係想可能一致翻啦，咁但係當我哋應用嘅法例嘅時候，係咪公職人員都 include 埋我哋講緊嘅公共機構？專員。好多謝主席。公共機構嘅定義咧，其實喺第1章嘅第3條都有嘅。公共機構，或者我可以讀一次俾大家聽，方便。唔好意思，係主席。公共機構其實喺第1章嘅第3條咧，都有包括行政會議啦、立法會啦、任何區議會啦、任何其他市區郊區及市政局或者係其他政府部門啦。我亦都唔再詳細列出啦。咁所以公共機構其實就係包括喺呢啲機構下嘅嗰啲官員啦。所以咧，無論幾想睇阿根廷對英格蘭咧，都唔可以花時間起身睇啦，都要唞足精神啊！但係咧，我就有睇精華嘅，咁啊憑住咧我睇嘅精華片段咧，都同大家分享我嘅睇法啦。點解我特別想講阿根廷對英格蘭咧？嗱，第一就因為咧以前我喺英國讀書啦，就算你唔中意睇都逼你睇㗎。我記得咧喺我細個嘅時候咧，嗰時考下試啦，突然之間老師出嚟就暫停咗個考試啦，然後咧突然間屏幕咧就推咗出嚟。
要大家一齊睇世界盃。我好記得咧喺考試場嗰度睇嘅，就睇住咧斯文被粒射。如果觀眾朋友知道我講緊邊一場嘅話咧，都歡迎大家留言俾個加一啊！阿根廷對英格蘭咧，點解咁值得講咧？係因為佢並唔係一場球賽咁簡單，而係阿根廷同英格蘭啊跨越幾十年嘅世仇對決。雖然一個喺歐洲，一個喺南美洲，但係阿根廷同英格蘭咧咁多年嚟咧都充滿住火藥味，而且每一次交手咧都非常戲劇化。由1966年阿根廷隊長拉廷被突然驅逐出場，去到1986年馬勒當拿嘅上帝之手，再到1998年碧咸嘅紅牌，而今次個 highlight 又係點樣咧？一個喺歐洲，一個喺南美洲，但係歷史話俾大家知道咧，佢哋係宿敵。以前咧兩個國家曾經咧係真槍實彈咁樣打過仗。今集就同大家梳理一下呢兩個世紀宿敵背後橫跨嘅政治同埋體育嘅恩恩怨怨。開始前，大家記得要訂閱我陳明恩做 Feature YouTube 頻道，撳埋旁邊個啷啷，咁你就唔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噶啦。中意影片支持我嘅，記得要讚好同埋留言話俾我聽你嘅睇法，亦都希望你將影片廣傳開去，更多人知道我每攬出拍唔信大家知道嘅真相。記得你嘅讚好同留言可以抵抗住啲小黃人嚟對影片到惡意攻擊，意圖令對影片下架嘅，所以希望大家一路睇片一路讚好同留言。支持我嘅更加可以加我嘅會員頻道，優先獨家睇到嘅影片。最後陳明恩知清原因又開心，訂閱 Jovi Chan 同人論證細密嘅。要講清楚英格蘭同阿根廷嘅仇恨啦，我哋就要將時間倒流，先講下歷史背景。兩個國家嘅心病咧，其實早喺19世紀初咧已經種落㗎啦。喺1806年咧，阿根廷仲係西班牙殖民地嘅時候，英國咧就曾經出兵攻打過，並且短暫佔領過布爾諾斯艾利斯。雖然咧冇幾耐，英國嘅軍隊咧就被當地嘅民兵組織逼退，但係呢一次不請自來嘅侵略咧，都令到阿根廷人咧世世代代都對英國人種下咗本能嘅防備同埋敵意。不過真正咧引爆兩國數百年以上嘅世紀矛盾嘅核心咧，就係一堆位於南大西洋荒涼但極具戰略價值嘅群島。阿根廷人咧就叫佢做馬爾維斯群島，而英國人咧就叫做福克蘭群島。呢個地方到底有幾具爭議啦？大家如果打開個地圖睇下，就會發現一樣嘢啊！馬島咧距離阿根廷咧只係有大約500公里啫，但係距離英國倫敦本土咧就足足有13000公里。阿根廷人嘅邏輯咧就好簡單嘅啫，喺正嘅門口啊！而且咧，當年啊西班牙人咧走咗之後，主權咧就交咗俾阿根廷人。當時咧英國咧就喺1833年派兵強行進駐馬島，驅逐咗當時嘅阿根廷官員，而且島上嘅殖民咧建立咗長期嘅殖民管治。英國人就話咧，島上住嘅好多都係英國移民嘅後裔，佢哋講嘅英文、飲嘅英式紅茶，亦都認為自己係英國人。而根據咧呢個所謂嘅民族自決原則咧，英國咧就覺得呢個島就係屬於佢哋嘅。就咁樣咧，各執一詞。打口水戰咧都足足打咗100幾年啦，直到1982年呢個歷史炸彈終於咧被正式燃點。1982年咧，當時阿根廷軍政府咧因為國內經濟轉差，為咗轉移視線咧，就突然出兵偷襲馬島，亦都成功佔領咗。當然啦，當時咧佢哋嘅判斷就係英國人咧係唔會還手啊，因為馬島太遠啦，而且當時英國嘅經濟都唔係好。當阿根廷以為英國鞭長莫及，阿根廷當時咧就撞正塊鐵板啦。當時嘅英國首相咧就係鐵娘子大長爾夫人。鐵娘子顧名思義咧就係態度強硬。你阿根廷想借打仗去團結內部勢力喎，去英國上唔係啊，所以鐵娘子咧就派大隊反攻，爆發咗為時74日嘅馬島戰爭。結果阿根廷大敗，犧牲咗600幾名嘅士兵。而喺英國人眼中咧，阿根廷就係一個唔守國際規則、野蠻嘅侵略者。戴卓爾夫人咧帶領住英國打完勝仗啦，除咗保住馬島，奠定咗佢鐵娘子嘅形象，亦都保住保守黨嘅議席。
令到戴卓爾夫人所屬嘅保守黨咧逆轉民調，喺1983年嘅大選成功連任。而另一邊廂咧，發起戰爭嘅阿根廷軍政府咧，因為輸咗場咁重要嘅戰爭啦，阿根廷軍政府咧都隨之倒台。喺阿根廷人心目中啦，英國人用到現代化嘅軍隊去欺負佢哋，係強盜嘅所為。喺戰爭當中犧牲嘅人民啦，以致戰爭失敗嘅屈辱咧，亦都令到阿根廷嘅民眾對英國咧種下咗怒火。呢段嘅歷史咧，令到阿根廷同英國兩國之間嘅人民仇恨咧係達到咗歷史頂峰。就喺咁樣嘅背景之下咧，阿根廷同英格蘭喺世界盃交手之後咧，其實都各有輸贏嘅。而戰火咧亦都蔓延到世界盃嘅舞台，兩地歷年以嚟幾次交手都極具戲劇性嘅英格蘭同埋阿根廷啦，包括唔講唔知道，而家足球裁判有紅牌黃牌嘅制度咧，都係因為佢哋而搞出嚟嘅。大家聽埋落去就會知點解㗎啦。咁以下咧，我就會同大家細數歷年嚟咧最具爭議性、震撼球壇嘅阿根廷、英格蘭時刻。喺1966年嘅世界盃當中咧，8強嘅賽事就係英格蘭主場。呢一屆嘅世界盃咧，亦都係咧由英格蘭咧係奪得唯一一次嘅世界盃冠軍。咁當時咧，因為比賽嘅一啲安排啦，阿根廷同烏拉圭咧都對主辦方咧係有好多嘅不信任啦，認為英格蘭咧同西德聯手去針對南美洲嘅球隊，將佢哋咧淘汰出局。當時8強嘅裁判咧就係用抽籤嘅形式咧去進行安排嘅。而當阿根廷同埋烏拉圭嘅裁判抵達現場嘅時候咧，突然間就話：佢哋已經抽籤開始做啦喎，你哋遲到喎咁。而德國籍嘅裁判咧就被安排咧係去吹阿根廷對英格蘭嘅比賽，而英格蘭籍嘅裁判咧就被安排咧去吹罰烏拉圭對西德嘅比賽。而嗰屆嘅世界盃最後嘅結果係點咧？英格蘭裁判吹罰嘅比賽啦，烏拉圭咧係有2個人被驅逐出場，最後咧係0-4輸咗俾西德。而至於咧西德吹嘅英格蘭對戰阿根廷，大家估都估到啦，就係英格蘭贏啦。2個歐洲球隊互相吹大家嘅比賽，然後咧亦都雙雙勝出。即係聯手抽籤嘅英格蘭同西德，最後有咁巧合地咧齊晉身決賽。最後決賽咧就係英格蘭對西德，而且咧係以4-2擊敗嘅對手，攞到歷史上唯一一座嘅世界盃。咁當時英格蘭對阿根廷嘅對賽咧都相當難睇嘅。阿根廷隊長咧就係身高190公分嘅中場安東尼奧拉廷，佢由比賽開始咧就連續被吹罰犯規，導致到咧佢向裁判抗議，認為咧判罰咧係明顯偏袒英格蘭嘅。咁但係咧，因為拉廷咧就唔識講英文啦，講西班牙文嘅嘛，而裁判咧嚟自德國嘅，就話唔識得西班牙文，所以咧佢要求咧係揾個翻譯咧去幫忙溝通。但係呢個時候咧爭議性嘅一幕咧就出現啦，裁判咧突然之間咧以言語不當為理由，亦都唔等翻譯嚟到啦，直接將拉廷咧係趕出場。而當時咧，主裁判官後嚟咧就話佢唔中意拉廷咧望住佢嘅方式，覺得威脅到佢啊。英國嘅媒體咧就聲稱啦，當時拉廷咧係用到言語暴力去對待裁判。呢個講法咧就令到阿根廷嘅球員更加不滿啦。而拉廷咧離開球場嘅時候咧，其實都出現咗啲 drama 嘅。佢當時咧就拒絕離場，坐喺個地下上面抗議。最後離開個場地嘅時候咧，就見到英女王看台前嘅英國國旗，最後咧搣咗佢一下，咁啊激嬲咗全場嘅英國球迷。阿根廷咧就喺少一個球員嘅情況之下咧，踢咗60分鐘，最後咧以1-0輸咗俾英格蘭。呢一場比賽咧都催生咗而家我哋有嘅紅牌黃牌機制，令到咧球員咧喺裁判語言不通嘅情況之下咧，都能夠了解自己咧有冇被警告。咁一向咧足球比賽結束嘅時候咧，都會有交換球衣嘅傳統嘅。但係當時咧英格蘭嘅主帥咧就出手干預，唔俾英格蘭嘅球員咧同阿根廷嘅球員交換球衣。
當時可以見到球員咧都唔知發生緊咩事啊，變咗咧好似扯大纜咁啊，拉到件球衣幾尺長啊！英格蘭嘅主帥咧甚至咧喺新聞發佈會上面咧用到動物去形容阿根廷嘅球員，認為佢哋咧喺球場上非常粗暴，而阿根廷咧就認為咧英格蘭今次咧係世紀大劫案，劫走咗個冠軍寶座。兩國足球世仇咧亦都正式咧係結下咗梁子。呢一場咧聽唔明嘅爭議啦，就催生咗後嚟嘅紅牌黃牌機制。咁喺有紅牌黃牌機制之下，其實黑哨嘅事件都唔係啲咩新鮮事啊。咁所以咧呢一場嘅吹罰咧都係極具爭議性嘅。當然呢個亦都唔係唯一一個啦。之前咧我都喺影片度同大家講過世界盃一場場嘅黑幕。呢一次嘅世界盃，阿根廷對戰英格蘭，以至英格蘭同西德聯手啦，其實都唔係啲咩新鮮事嘅，亦都只係冰山一角。而令阿根廷同埋英格蘭兩隊球隊進一步關係惡化啦，就係喺1982年，當時咧阿根廷喺軍政府統治下啦，為咗轉移視線，令到大家咧唔好再去諗經濟崩潰、物價飆升，所以咧當時軍政府咧就決定突襲馬島，去激起民族主義。就係啱啱好啦，4年之後嘅世界盃啦，阿根廷同英格蘭咧喺咁樣嘅背景之下，再喺8強賽事上面相遇。雖然官方都盡量咧避免將政治同足球咧係綁定，但係戰爭先至啱啱結束冇耐啊！全國嘅阿根廷人民咧都將呢一場比賽當做復仇之戰，可以想像到咧當時咧阿根廷同埋英格蘭嘅關係咧都係劍拔弩張嘅。馬島戰爭之後只係4年嘅時間，戰爭嘅傷痛咧都未消散，兩隊咧就係8強狹路相逢。狹路相逢啊，梗係勇者勝，又或者矛者勝啦，係嘛？阿根廷咧就將呢一場嘅比賽咧視為民族尊嚴向英格蘭復仇嘅關鍵一戰，而且咧當時咧阿根廷隊長就係25歲嘅馬勒當拿，正值咧係巔峰時期，被視為足球天才嘅馬勒當拿啦，喺呢一場背負住種族仇恨嘅比賽上面咧，咁啊作出咗咧非常之具爭議嘅表現咯，既係佢嘅封神之戰，但係佢嘅封神上帝之手唔知啦，即係可能都褒貶不一啦嚇。25歲嘅球王馬勒當拿咧，只係用咗4分鐘嘅時間，就締造咗足球史上最傳奇嘅2大場面。但其實咧，當時咧喺現場啦，英格蘭嘅球員咧都見到啦係手球嚟嘅，咁啊非常之激烈咁樣去投訴啦，係肉眼都可以見到嘅手球啊，將個波拍入網啊！但係裁判咧唔知係時運高啦，又或者視線真係受阻啊，所以咧就判定入球有效。咁後來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啦，通過重播啦，都可以見到咧馬勒當拿當時咧的確係伸出佢嘅手，用手咧將個波咧打入個網㗎，佢嘅左手，稱之為上帝之手。呢個誤判咧就成為咗經典。賽後咧面對各界嘅質疑啦，馬勒當拿咧就講咗一句咧流傳至今嘅金句。佢話呢一球咧有一半係用佢嘅頭，另一半咧就係靠上帝之手。即係點咧？係咪咁？英國人咧梗係非常之嬲啦，認為咧馬勒當拿係作弊啊。而阿根廷民眾咧就視之為咧係懲治對手嘅智慧反擊。咁呢一球咧係真係極具爭議嘅，但係咧短短4分鐘之後，馬勒當拿就交出神級嘅表現，令到就算係英格蘭人都要折服啊！短短4分鐘之後咧，馬勒當拿咧就喺中場附近接到隊員嘅傳波，突破咗5個英格蘭嘅球員，一路咧係撕裂咗英格蘭嘅成條防線，最後咧再將個波咧趟入龍門。呢一球咧就被國際足協評為世紀最佳入球，亦都係足球史上咧馬勒當拿最完美嘅個人高光表演。最終阿根廷咧就憑住馬勒當拿用腳又用手嗰2球啦，以2-1擊敗咗英格蘭。喺決賽咧再以3-2擊敗咗西德，一連2下復仇啊！
攞到世界盃，馬勒當拿咧一戰封神，成為咗足球壇嘅傳奇巨星。但係上帝之手呢一個誤判咧，都成為咗英格蘭球迷心目中永遠嘅痛，一直咧都唔能夠釋懷啊！就好似我喺英國讀書咁啦，就算當時唔係話特別留意足球咧，都會聽過呢一個故事嘅。而馬勒當拿咧喺賽後咧都有提到，足球咧從來都唔能夠同戰爭割裂，而佢帶領嘅呢一場勝利咧，正係阿根廷對逝去嘅同胞嘅慰問，屬於阿根廷舉國上下嘅復仇之戰，提升到咁樣嘅層次啊！喺1986年之後啦，阿根廷同英格蘭咧喺足球上嘅競爭咧變得越發激烈。當然就係因為咧1982年嘅馬島戰爭啦，亦都因為咧地理嘅位置啦，雖然咧係有咁激烈嘅對碰啊，但係咧都只係咧喺打後咧1991年嘅友誼賽交過手，最後咧兩邊係2-2打和嘅。咁但係咧就喺1998年嘅法國世界盃，兩國咧就喺16強再次相遇。當時咧阿根廷咧就由傳奇前鋒戰神巴蒂斯圖塔帶領，隊長咧就係非常之出名嘅西蒙尼。英格蘭咧就有邁克歐文啦 ，Michael Owen 都係傳奇球星嚟嘅。咁啊，仲有咧係阿蘭泰勒啦。但係場上咧最矚目嘅超級巨星咧，都非係23歲嘅碧咸莫屬啊！當時咧碧咸咧係如日中天嘅，而呢一場嘅比賽咧就係碧咸好希望咧可以去證明自己嘅，而佢亦都係咧首發出場，但係就被西蒙尼咧纏住咗。比賽咧踢到如火如荼，上半場咧就踢成2-2，咁去到下半場咧一開波咧決定命運嘅一幕咧就出現啦，可能見用腳踢就平手啦，所以阿根廷嘅隊長西蒙尼咧就用個腦同個口去踢啦。知道咧碧咸當時年少氣盛，一定咧會沉唔住氣嘅，於是咧就喺比賽嘅時候咧不斷挑釁同埋干預碧咸。喺下半場比賽嘅第47分鐘啦，當西蒙尼咧喺搶波嘅時候咧就故意撞到碧咸，撞都不得止啊，仲要壓埋喺佢身上面，拍下佢嘅頭，講咗啲咧刺激碧咸嘅説話。當時碧咸咧就一時沉唔住氣，忍唔住咧用腳勾咗西蒙尼一下，於是西蒙尼咧就用上佢畢生嘅演技，即刻咧扮到好痛苦咁跌咗喺地下上面。事後其實西蒙尼咧都有接受訪問嘅時候咧係承認自己當時係插水嘅，而呢一切咧都改變唔到當時咧裁判直接咧就向住碧咸舉出紅牌，令到英格蘭咧陷入10-11嘅局面。最後英格蘭咧喺唔擅長嘅12碼大戰咧就輸咗個比賽，再次被阿根廷淘汰出局。呢場嘅比賽咧就令到碧咸一瞬間由全民偶像變成全民公敵，媒體同球迷咧都對佢大肆攻擊，令到出局嘅結果咧好似全部都算喺碧咸嘅頭上。一夜之間咧，呢一位全英偶像就成為咗全英罪人。英國媒體《每日鏡報》咧，甚至喺頭版咧就印上10個英勇嘅獅子同1個蠢材嘅標語，佢話碧咸係蠢材，咁就令到咧碧咸遭遇咗長年累月嘅網絡暴力同埋生命威脅。呢一張嘅紅牌咧就成為咗英格蘭足球史上最慘痛嘅紅牌之一。4年之後咧，喺2002年日韓世界盃咧，命運就再次將阿根廷同埋英格蘭咧編喺同一個死亡之組度。呢個時候咧，碧咸咧已經成為咗英格蘭國家隊嘅隊長，亦都成熟咗唔少。而阿根廷咧就係高居世界排名第一，奪冠嘅大熱門。所以咧，歷史總係咁巧合地咧安排佢哋兩個宿敵咧係碰埋一起嘅。咁喺上半場臨完場前咧，英格蘭嘅前鋒奧雲咧就喺禁區內咧被踢到啦，球證咧就判罰12碼。而當時咧負責主射12碼嘅咧，正正就係碧咸。面對4年前嘅侮辱，面對無數閃光燈同埋泰山壓頂嘅壓力啦，
碧咸一腳將個波咧狠狠咁樣射入網，可以見到當時佢慶祝嘅畫面啊，扯住自己件衫咧瘋狂咁樣叫，大家都感受到佢宣泄咗啦，足足有4年嘅屈辱同埋壓抑，最終咧英格蘭咧憑住呢一球嘅12碼，以1-0擊敗阿根廷，亦都間接導致咧阿根廷大熱倒灶，喺小組賽爆冷出局。碧咸咧可以話係親手寫咗劇本，完成咗足球史上最完美嘅救贖復仇。而喺呢一場嘅世界盃之後咧，除咗2005年嘅友誼賽啦，英格蘭同埋阿根廷咧就冇再交手啦。而截至今次世界盃之前咧，兩隊喺世界盃上面咧有過5次嘅交手，英格蘭咧係以3勝2負嘅戰績咧暫時領先。而事隔20幾年之後嘅今日啦，兩隊又再次喺世界盃相遇。好啦，歷史恩怨咧就講完啦，咁啊講翻今朝呢一場啦，喺亞特蘭大上演嘅4強超級大戰，呢一場波咧真係好激啊！我睇精華咧都不禁要問，咁樣係足球，一次打人多過打波啊！呢一次咧係自2002年之後啦，相隔24年，英格蘭同阿根廷再次喺世界盃碰頭，而最震撼嘅係迎嚟最後一幕，已經係39歲嘅阿根廷球王美斯，職業生涯咧係20年，第一次咧係正式喺大賽度對決英格蘭，而且亦都係咧相信咧佢最後一場嘅世界盃㗎喇。不過咧，自從咧美斯嚟過香港之後咧，都令我對佢大打折扣啊！同我一樣諗法嘅都可以咧喺留言嗰度咧就附和一下。而英格蘭嗰邊咧就有我比較喜歡嘅比寧咸啦，咁當然仲有係簡尼啦，咁就成為咗咧佢哋嘅新帥杜曹咧執掌嘅贏波方程式。杜曹講過咧點樣去贏波咧，就係將簡尼同比寧咸擺埋一齊，佢哋自然就贏㗎啦咁。咁但係咧今次咧呢一個化學作用並冇喺阿根廷呢一場比賽嗰度咧係展現出嚟。化學作用就唔見啦，但火藥味啦就由開波第1分鐘啦，去到結尾都有。喺上半場啦，兩邊完全放棄咗溫文爾雅嘅傳控，展開咗咧埋身肉搏。英格蘭咧就利用強悍嘅身體質素啦進行逼搶，而阿根廷咧就用到南美球隊特有嘅動作同埋技巧見招拆招。但係咧可以見到佢哋咧都踢到咧係一鋪一碌㗎啦，只係上半場咧都有成19次嘅犯規，兩邊嘅球員咧喺幾次嘅爭搶當中咧甚至爆發集體推撞，球證咧連續出咗4張黃牌先至控制住場面。半場結束咧，雙方咧就互交白卷，踢成0-0。但係去到下半場第55分鐘咧，全場第一個入波就嚟啦，英格蘭嘅羅渣士咧傳中，安東尼哥頓咧相當有默契咁樣將個波踢入網，英格蘭咧就領先1-0。當時咧，所有英格蘭嘅球迷咧應該都係熱血沸騰啊，期望英格蘭咧可以贏出呢場嘅賽事。但係領先之後咧，一如既往啊，好多時候咧英格蘭咧一領先就輸波㗎啦。而領隊杜曹咧點解咧？因為咧領隊杜曹都作出咗一個啦係極英格蘭嘅決定啦，就係咧死守拍大巴。咁啊喺70幾分鐘開始啦，佢哋接連咧換咗啲進攻球員落場，換上咧防守球員，意圖咧將1-0嘅局面咧係維持至完場。但係去到85分鐘關鍵時刻啦，美斯就發揮出嚟啦。阿根廷咧就開出一個戰術角球，美斯喺禁區邊緣咧面對3人包抄，但係都巧妙咁樣咧將個波咧傳到去禁區嘅弧頂，而喺嗰度埋伏住嘅安素費蘭迪斯咧喺冇人看管嘅情況之下，用右腳踢出一道咧完美嘅弧線，就咁咧就邁向個死角入網。當阿根廷咧頂住壓力咁樣追平，當你以為咧要踢加時嘅時候，點知喺補時階段92分鐘啫。全場最窒息嘅畫面就出現啦！美斯咧一個右路傳中，用到佢嘅私家右腳，將波傳到俾蘭達魯馬天尼斯咧一個頭槌就射成2-1。阿根廷咧喺短短7分鐘之內咧連續入2球，奇蹟逆轉英格蘭。
39歲嘅美斯咧，全場貢獻咗2次嘅助攻，帶領衛冕冠軍嘅阿根廷再次進入世界盃決賽。而英格蘭咧，始終咧都係再一次喺4強夢碎，4強止步。大家又點睇英格蘭領隊杜曹今次保守嘅調動呢？而呢一場波咧，的確都係充滿住碰撞同埋火藥味。正如咧，我一開頭同大家講，由1982年嘅真槍實彈，去到2026年嘅今日啦，兩國嘅人民喺世界盃嘅球場上面，用足球用90分鐘嘅汗水同技術，繼續呢一場嘅世紀 battle。阿根廷得勢啊，當然唔會饒英國人啦，所以咧佢哋喺比賽完咗之後咧，仲拎咗一個關於馬島嘅橫額出嚟啊！即係贏波咧，仲要攞埋個美彩，拉橫額話咧馬島係屬於阿根廷嘅。體育理論上咧就係用嚟凝聚人心，用文明嘅方法咧去體能競技，亦都係人類文明進步嘅最好證明。但係當阿根廷同英格蘭一對上啦，似乎咧都唔係淨係用腳啊，都用拳頭，再加上啲口水。咁希望呢一種咧用球技決一高下嘅文明唔好倒退，唔好咧令到兩國又再打仗。國際足協咧就阿根廷以政治表述結尾啦，都話要研究咧係罰阿根廷嘅，咁令到阿根廷咧贏波，但係都可能會被罰啦。咁我都想問下各位觀眾，認為啊阿根廷贏波，但係輸風度應唔應該被罰咧？都歡迎大家可以留言話俾我聽。今集嘅時間就嚟到呢度啦，希望大家中意我為你嘅選材，記得讚好同埋留言話俾我聽你嘅睇法，亦都希望你將片廣傳開去，大家就會減少派唔上啦，知道真相。如果未訂閱我陳明恩 Joey Chan YouTube 頻道，記得右下角就免費訂閱，開啟埋通知，咁你就唔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噶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嘅話記得要讚好、留言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仲要訂閱埋我陳明恩 Joey Chan 嘅 YouTube 頻道，撳埋 See First 隔離個啷啷，咁你就唔會錯過我任何一條短片噶啦。我哋下一條片再見。